300位解放軍戰士，8架運20戰機深夜起飛，一場秘密行動進行緊。呢次唔係演習，而係一次真刀真槍嘅境外作戰行動。2023年11月某個深夜，當全世界都瞓緊覺嘅時候，我哋嘅子弟兵已經踏足異國他鄉，目標只有一個：徹底除班專係殺害中國同胞嘅恐怖分子。好多人都唔知，過去5年裏面，有21位中國同胞嘅生命永遠留咗喺巴基斯坦。佢哋係工程師、技術人員，本來應該平安返屋企，卻被班恐怖分子殘忍殺害。最令人嬲嘅係，班禽獸仲要將處決片段擺上網，公然挑機話要中國人出巴基斯坦。當時國內輿論炸咗喎，個個都問點解我哋軍隊仲未出手。其實雷霆手段早就部署緊。西部戰區某個機場，8架運20運輸機趁住夜色起飛，對外話係參加聯合軍演，但真正任務係執行一次外科手術式斬首行動，目標直指專係針對中國人落手嘅恐怖組織俾路支解放軍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巴基斯坦清剿恐怖分子要我哋親自出馬？道理好簡單，班恐怖分子專係揀中國人嚟搞，5年內製造咗幾十單襲擊事件，我哋俾過時間巴方處理，但問題一直解決唔到。今次我哋決定親自出手，等全世界睇清楚搞中國人嘅下場係點。最令外界震驚嘅係，我哋只係派咗300人。當時美國媒體仲喺度笑，話派咁少人去山區剿匪同送死冇分別。佢哋點知現代戰爭早就唔係鬥人多嘅時代。我哋派出嘅係一個高度信息化嘅合成型無人機、蜂群系統、地面機械狗、遠程精確打擊單位、電子戰系統。呢啲高科技先係真正殺手鐧。行動一開始，連協同作戰嘅巴基斯坦軍官都睇到呆咗。我哋提供嘅恐怖分子據點坐標精確到米級，指揮中心一聲令下，後方炮火即刻覆蓋過去，衛星即時傳返嚟嘅畫面清楚睇到每個火力點逐個被摧毀。有位巴方指揮官目瞪口呆咁問我哋聯絡官：你哋到底點做到呢種上帝視覺戰場直播㗎？呢啲只係前菜，真正令班恐怖分子絕望嘅係，喺伸手不見五指嘅深夜，我哋嘅天狗4足機械人分隊好似鬼魂咁滲透入深山老林。呢啲機械狗裝備嘅熱成像系統喺黑暗中就似死神對眼，一個駐紮咗30個武裝分子嘅營地，由發現目標到戰鬥結束只係用咗5分鐘。對方連子彈係邊個方向打過嚟都唔知。剩低嘅恐怖分子頭目慌咗，即刻命令所有人化整為零入附近村莊，想用平民做擋箭牌。諗得咁天真，我哋嘅天基衛星同大數據系統早就將成個區域嘅人員資訊摸到透徹。邊條村突然多咗幾個生保人，系統後台即刻就會響警報。仲有啲恐怖分子左入地道，以為咁就安全。點知我哋嘅清道夫管道機械人直接轉入去，有啲釋放高壓惰性氣體，有啲噴出高溫火焰，裏面嘅恐怖分子連投降機會都冇。成場行動落嚟，我哋戰士實現咗零接觸、零傷亡，就將班匪徒嘅精銳力量全部消滅。戰鬥結束後，巴方部隊奉命清理戰場。當佢哋到達現場，個個嚇到口都啞咗，現場根本冇大規模交火嘅彈殼同痕跡，只有敵人東歪西倒嘅屍體同亂七八糟嘅場面。呢個就係現代化戰爭嘅真面目。我哋唔係靠人海戰術，而係靠科技碾壓。天上有衛星監控，地面有機械人突擊，後方有精確制導武器支援。恐怖分子面對嘅係一個佢哋完全理解唔到嘅作戰體系。其實類似行動我哋執行過唔止一次，只係好多雷霆手段冇必要同外界詳細交代。我哋唔係好戰，而係用實際行動話俾全世界知，
中國人嘅生命唔容侵犯，犯我中華者，雖遠必誅呢句唔係空話。而家你仲覺得解放軍缺乏實戰經驗嗎？我哋軍隊早就唔係幾十年前個樣啦，信息化、智能化、體系化作戰能力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。今次巴基斯坦行動就係最好證明，中國人熱愛和平，但和平係有底線嘅。當有人將屠刀揮向我哋同胞時，解放軍嘅鐵拳就會毫不猶豫咁抌落去。呢個就係新時代中國軍隊唔喐就唔喐，一喐就雷霆萬鈞。背後反映嘅其實係中國綜合國力全面嘅提升，由衛星監控到人工智能，由無人作戰到精確打擊，每項技術突破都凝聚住無數科研人員嘅心血。我哋用幾十年時間行完西方國家上百年嘅路，更重要嘅係今次行動傳遞出一個明確信號，中國唔只有能力保護自己國土，更加有能力喺全球任何角落保護中國公民安全。呢種能力唔係靠把口講，而係靠實實在在嘅行動證明。諗下，300人對付幾千恐怖分子，仲要做到零傷亡，以前根本諗都唔敢諗，但今日解放軍做到啦。呢個就係科技嘅力量，呢個就係中國軍工嘅實力。